公元前1336年，圖坦卡門登上埃及法老之位。彼時他尚是少年，在位僅9年，便在不到20歲時猝然離世。由於繼任者刻意抹去其統治痕跡，這位少年法老嘅名字在隨後3000多年裏幾乎被徹底遺忘。他的陵墓藏於帝王谷，與其他慘遭盜掘嘅法老墓室不同，這座用第18王朝高官墓室臨時改建嘅狹小墓穴，竟奇蹟般完整留存。1922年，墓室被發現時，無數黃金、寶石等珍貴陪葬品震驚世界，尤其是守護木乃伊嘅黃金面具，成為古埃及文明嘅標誌性瑰寶。墓室開啟後，參與發掘和調查嘅相關人士接連離奇暴斃，法老嘅詛咒之說迅速傳開，實質源於密閉墓室中千年未散嘅真菌孢子與放射性物質。而圖坦卡門嘅死因更是迷霧重重。早期發現其頭部有毆傷痕跡，左下巴與左大腿有骨折傷痕，推測可能是暗殺或戰車墜落意外，亦有被下毒猜想，但 CT 掃描未發現致命外傷。DNA 檢測證實他曾染瘧疾。2010年嘅最新研究報告則指出，近親通婚導致嘅遺傳性血液疾病，或許才是其真正死因。這位短暫在位嘅少年法老，以其神秘嘅生平、完整嘅陵墓與未解嘅謎團，成為古埃及歷史中最引人探尋嘅傳奇。